欢迎收听8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撒母耳记上19章，这就是他，上主保护的大卫。这就是他开启了上主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君王的序幕。然而接下来的人生，接下来这个成为王的旅程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在这样的境况中，大卫如何经历上主的保护，而他自己又是如何面对他的境况。我们今天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，在诗篇第1篇的2到3节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在这几天是不是很熟啊？因为我们看见，我们听见大卫所做的，在人在神面前真的是尽都顺利。而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尽都顺利的秘诀，是因为他喜爱上主的律法，他昼夜思想，他按着去行，他就在其中尽都顺利。有一个人，他听见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告诉他，你获得了超能力。然后呢，他就从这个6-7公尺高的大排水沟，就在那里，这个声音告诉他，你要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你要往下跳。他还真的跳下去。就在这跳的过程中，另外一个声音在此时领导他说3个字，回家吧。这是一个曾经经历思觉失调的作家太阳奈克，这是他笔名，他的经历。他经历上主拯救他的性命，就在这危难之际，在这发病之际，让他仅有轻伤。他亲自经验了天父上主的保护，回忆起这段很不容易的过程。他说其实是上主的祝福，在多次精神出现状况的时候。这祝福是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其实经历这个思觉失调的人，常常会有许多的意念在他的脑海中。他经历的祝福，就是当他相信这位主的时候，上主的话语就一次一次的出现在他的意念当中，鼓励、安慰、引导他的生命。于是他将他自己的经历，将他这样的一个病症，也将他经历信主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，为的是要让许多人来认识到，思觉失调不是这个无可救药，而是可以进步，而是可以在上主的保护跟全能当中，来经历一个见证他同在，见证他保护的人生。上主的保护在各样卑微、需要欠缺的人身上，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当我们谦卑于上帝的话语面前，不仅我们自己要经历那个从他来的保护，其实也正保护了可能要伤害我们的人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这样的画面。扫罗在过去的经文里是想要杀大卫，如今到19章已经是一种行动了。他用行动来告诉他身边的人，甚至他的儿子，说他要杀害大卫。然而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上主的保护是这么的奇妙。爸爸想要杀大卫，然而儿子跟女儿是想尽办法保护大卫。上主的保护就是这么奇妙，在我们想不到的人、想不到的环境，跟我们可能知道的情况下，上主的保护就这样如同一个保护罩，在扫罗和大卫的中间，成为那个很重要的连结，很重要的保护，很重要的关系。透过约拿单，也让我们一起看到，扫罗不仅杀大卫是很不合理，甚至得罪神，而且他其实根本没有理由要杀大卫。
在今天这段经文中，一开始约拿单就在扫罗面前先称赞大卫，而且讲到3件事情，父亲是不应该杀大卫的。第一个，他是你的仆人呢，他是你的仆人，你怎么会杀你自己带领的人？第二个，他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呢，他没有亏欠你，你什么原因要伤害他？第三个，他反而所做的都对你大有益处，甚至你派他去那有生命危险的战场上去对敌这些非利士人的时候，他不仅得胜，还得胜再得胜，是加倍赢的回来的。有这样的部署不好吗？什么原因你要杀害他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扫罗要杀害他，就是因为他个人觉得他很快要被取代，可能功高震主，或者是觉得就是心中没有安全感，我就是留了这个威胁在身边。然而约拿单讲的这些话不是他个人感受，而是出于事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很多时候人的心真的不是理性判断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自己的感觉，被自己的以为来带走。所以在这样的感觉跟以为当中，我们更需要从上主来的祝福，上主来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提醒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的校正，使我们能够真实去行出那合神心意的事。在接下来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不仅是他的儿子扫罗的儿子要保护大卫，连扫罗的女儿，当然他的女儿已经嫁给了这个大卫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嫁给大卫，原本是要害大卫上这个战场死掉的，就没想到赢了还加倍赢回来，所以只好把米甲嫁给大卫。而这米甲也非常爱大卫，他知道扫罗要杀他，所以呢就安排了一些方法，让大卫有时间可以逃走。而在这个逃的过程中，最惊奇的是，不仅是人要帮助大卫，上主的灵在这个时候也帮助大卫，让他能够逃。我们其实会很清楚的看见大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面对到这不公平的待遇、不公义的做法的时候，他不是来挑战这个权柄，或者是直接逾越这个权柄，或者是直接就是跟上帝吵架，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捍卫他自己的权益，而是他选择他要逃离这些伤害他的可能，他要逃离他会得罪神的可能，他也逃离了让他自己生命陷于危险的可能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中，人生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然而当上主愿意帮助我们，那个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今天让我们在后段经文更清楚的看到，扫罗要去抓他，他们遇见一群先知在那里，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呢？受感说话。因着他们受感说话，扫罗的这些带领的仆人，这些军队要去杀害大卫的时候，就变成是无法前行。1次、2次、3次，这些去的人都被上主的灵影响，在那里受感说话。到了第4次，扫罗要亲身出马，他自己也在那里受感说话。也因着这样的时间差，大卫能够逃离这样的杀害、追杀的过程。而在这里，今天的经文很奇妙的最后一句话，听来很讽刺，就是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？这句话我们用读的很快的就知道，这是一个反问句。当然不是，是因为上主要借此保护大卫，其实也是保护扫罗，让扫罗不要真的透过行动，虽然他已经这样想，他也在这样做，但他毕竟没有杀到大卫。上主其实不仅是保护了大卫，也是保护扫罗。恳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境况中，如同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所说的，我们需要上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成为那个被赐福、被祝福的人。
我们的生命或许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这是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生命中可能还是会有这些患难，会有大水来临的时候，会有这个河水干涸的时候，然而我们却能够按时候结果子。大卫的时候还没到，然而他的叶子也不会枯干，因为上主已经应许他要成为以色列王，而他在现在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顺利的原因不是他多么厉害，而是因为上主亲自保护他。求主也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的心，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即使经历了这些精神的状况，即使经历了我们生命中许多的挣扎，我们仍然能够按时结果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环境的艰难，我们真的是被诱惑，甚至快要进入在那试探中，但是主，你的保护仍然与我们同在。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的生命，是要喜爱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话语，敬畏你的话语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保守当中，如同你保守大卫，如同你保守扫罗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常常与你来对齐，与你来对焦，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都因着主你的保护，我们有信心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惧怕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的话引导你，使你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